咱拢有看到，你拢牧师已经来到咱中间了吼。哦，咱的师会拄则咱的秀兰长老讲，哦，就英光的啦，会当甲咱林牧师同台吼。咱今日有真大的期待吼，真大的喜乐。咱即了，咱来念今日的信息，第一首308首。哦，这首诗歌吼，咱要来学咯吼，我要来学咯。这首诗歌是咱严信新牧师，吼，咱一个退休的牧者，但是伊真对台湾的诗歌真有感动安尼吼。啊，这首诗歌伊是用诗篇89篇第1节，甲103篇第1节到第2节，吼，因为讲我要唱歌学了耶和华的慈爱到万代，吼，要用我的嘴传你的信息到地代，吼。所以咱即个咱用真喜乐的心来念这首诗歌，我要唱歌来学咯。啊，诚做咱每一个人心里的诗歌，咱手来拿出来吼，来拍拍手。我要唱歌来学咯，学咯上帝的条的命。我要唱歌来学咯，学咯上帝真实的命。我要唱歌来学咯，学咯上所谓的命。我要唱歌来学咯，学咯耶稣尊贵的名。你离出来的所在，你到你落的大海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你有丰盛的慈爱，你的信息到万代，我要唱歌无人知。真赞吼！这首诗歌，互咱感觉心肝真跳跃吼。好，咱来念，搁来念第2首诗歌是552首吼。这首是回应诗吼，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吼。这首诗歌吼，是苏利文伫英国的苏利文伊伫毛克里伫1857年吼伊做的吼。苏利文伫1871年吼谱的曲子吼，这有含有巴哈的曲调安尼吼，所以咱伫念的拢是足有名的诗歌，咱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吼。咱念第1节，因为这首诗歌咱真熟。咱着进前，我靠我主来进前。咱天父恩典真正大，会当互咱伫咧这中间同齐来体会上帝的疼。咱同齐来念这首天父恩典真正大。现在咱同齐起立，将你的手甲举起来吼，将喜乐伫咧你的心中，用咱的心灵来敬拜咱的上主，阿乐咱的上帝。天父恩典真正大。我。
伊的独生四囝对耶十字架顶受死，搁活，互咱有得到即个救恩的福分。所以伊永远活着，成做刺的带路，成做咱生命的祝福。咱也来吟这首《因他活着》。神才爱子，认真他耶稣，他赐下爱，医治宽恕，死里复活，是我的自由。那口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；因他活着，不再惧怕。我深知道。
的面前，伫阮的面前，你用恩典做阮年岁的冕旒。这所这是何等大的宝贵！阮即点，阮正兄姐伫咧你的圣殿，阮同心学乐天父恩典真正大。阮也知讲，因为你活着，会当互阮诚做伫咧像星伫咧前阮的面前带路，互阮一生会当行伫光明中间，远远会当见证上帝你的疼，活出上帝你的疼，互人对阮知，阮就是你的学生。愿阮对阮的心所出欢喜的学乐，诚做芳的者，得到你的欢喜。感谢恳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长地。恁着感谢这个上帝的上帝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长地。恁着感谢万主的主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长地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这时，咱要来吟诗学乐上帝。才献开神圣诗308首，308首，阮要唱歌来学乐，请记得吟全首。
咱批判心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阿爸上帝，你是阮的王，阮要尊你做大，阮也要永远学乐你的圣名。伫每一年当中，阮感谢主你按年头甲年尾来看顾阮，互阮不管拄着偌大的风险，或者是偌大的困难，阮依然安尼安然来度过。有主你甲阮三角同在，互阮得到丰盛的恩典甲怜悯，也感谢主你赏赐阮真理的话语时刻来提醒阮。伫阮软弱的时，你赐予阮力量；伫阮失望的时，你互阮仰望。阮对主你的感谢是讲袂尽的，总是阮知。一世人，阮要徛去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即时，阮也要为疫情来祈祷，求主你，互疫情赶紧煞，互每一个人拄起行行的心。互因的心平静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求主保守，互因拢得到平安。感谢主，主啊！伫即个新的一年，也就是说到150周年的纪念，教会有办侪的活动，其中也有音乐会、甲社区的连结。恳求主你，互阮智慧，互阮力量，伫即个活动当中，为主传福音，为主做见证。互更较侪人来认捌咱的主耶稣。透过这个活动，我要纪念说到150周年，有更较大的意义存在，来荣耀主。即时也要为教会来祈祷，恳求主你带领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甲所有的同工，守望教会，互教会兄弟姊妹彼此相听，无纷争。成做一个同心合一的教会，路州教会头前的路站，阮犹原是交托主，仰望主你来带领，甲引带，感谢主。即是阮也要恳求主你，伫即个新的一年，赐予互每一个兄弟因的家庭当中，有济济的恩典甲祝福，有主你的保守，有主你的看顾，互因拢得到真正的平安。感谢主，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时咱要来启应，请先开新圣诗后壁面，启应文53，启应文53。启应文53，弥迦书第6章。显着的兄弟，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应。我着带什么求敬主，来敬拜至尊的上帝。上主减的欢喜，千千食，清清食会讲的油，也是慢慢调起的油。人啊，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。一声。这时，心歌队要来献诗，因所献的诗是着五情
行伫上帝的光。即时，咱要来共读咱上题的话语，请掀开圣经《申命记》11章第8节到12节，显着兄姐，我来读，请恁做伙来看。所以，恁着守我今日所命令一切的诫命。互恁壮胆，回入去，承接恁所要过去承接的地，也互恁的日子久长。伫耶和华甲恁的列祖咒詛想使因甲因的后的地，就是迄号老年甲密的地，因为你要入去承接的地，毋是亲像恁出来埃及地，恁伫遐也整用骹踏来灌压，亲像菜园。独恁所要入去承接的地，就是有山谷来承受天的雨水的地，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地，对年头甲年尾。耶和华，你上帝的目睭常常
看伊。搁一位的圣经则是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。现今所存的就是信、仰望、爱这三项，其中第一大是仁爱。以上。这是请兄弟起立，用使徒圣经做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四日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岛临来受苦。顶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他坐在全能的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的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兄弟，请坐。这是牧师要来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以信望爱进入新年，咱将时间交予林良人牧师。乐州教会陈牧师、林牧师、郑中集、正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新年恭喜！大家拢怪苦炎，我想我喙炎爱退落来，我来换地帽啊。安尼好无？好。感谢主。咱大声来祈祷。天父献上感谢，清早阮伫你的圣殿献上鹅乐，因为过去的年日，你才有引带保守阮到这个时，也是新的2023年第2礼拜日。旧历的年嘛已经得要到，互阮伫即个新旧交接的时，阮亲眼看见上帝你的引带带领，保守阮到即个时，落幕今仔日会通受安排，交入泸州教会，为着退休传教者即个主日。甲敬兄弟姊妹共同来关心过去为着福音真理拍拼这退休的牧师，恳求上帝亲自做主，互阮用听、用关心、扶持，来成做一股大的气力，互整个教会宣告150多年久的历史，愿意一人牺牲奉献。照今仔日所结的果子，恳求上帝赐福，早起落幕，甲正兄弟姊妹做伙分享你的信息，通过上帝你的话，通过诗歌，通过见证，来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同心祈祷，靠耶稣名，阿免。徛伫即个所在，心内有感觉非常欢喜。因为表示讲，咱伫即个新的年度会通相合做伙。我也是一个伫咱长老教会牧会已经退休15年久。
上帝听恩典，互我牧会40年久，后来退休已经15年，安尼几年啊？55年啊啦，哦，对28岁，到即卖，咱已经知影讲，啊，这老牧师几岁拢会知。当上帝恩典，上帝听，伫我的心上，我要对退休了，本来我咧想讲，爱开始过3等公民生活。什么叫3等？就是等吃、等睡、等死，无拍算。上帝互我伫退休了，搁较济服侍，搁较济工作，搁较有机会唱歌、吟诗学乐主。将家己对上帝恩典分享见证，所以已经差不多上少至少400场以上的即款的见证分享甲吟诗，这拢是上帝恩典。讲我要活着，我喘气叮当，毋免钱，爱感谢主。我的老爸敢若为着喘气尔定，伊就留病院，靠着迄个呼吸器，差不多7年久。爱花费200多万，你来姊妹，讲到这个时，咱敢无爱感谢上帝嘛？爱感谢无？咱的喘气叮当，行路来到上帝面前敬拜，真自由。这拢是恩典，所以咱逐日透早起来，像英国人爱讲 ，It's a beautiful God merciful。讲今仔是一个好的日子。上帝是满有慈爱，咱的心若安尼伫遐咧讲，伫咧娱乐时，迄个内心的空间，互你的生命更较宽阔。我对2002年有开始去将基督病院伫遐做健康检查，伫遐量身高、体重、胸围，什么拢总做了。到2021 11月时，我去讲，我长高了。我拢差不多173点外，174点外，到最后讲175啦。安尼样子，安尼有较大无？较大。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拢会通更较大。因为咱是上帝所竞选的百姓囝儿，咱过去就是许咱劳苦。正下面讲，我一生是70岁，若是勇壮通到80岁，其中所通夸口不过是啥？劳苦忧愁。咱拢去互世间的这劳苦忧愁歹重担，底价袂大。咱拢嘛去互世间的财产真济，佮过要安怎处理？真烦恼，拢是一个重担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若能放空下一切，明白上帝听，要甲你指定，你所行人生的道路，你才能抬头挺胸仰望主。真侪人90%外以上拢是垂头丧气、低头族，拢是人手一机，全民低头。当然啦。一个手机真好啊，人手一机，全世界走透透。人手一卡，世界嘛走透透。总是个，咱较要紧就看出，今仔要有上帝，互咱会通安尼行，安尼做，安尼有机会来服侍，听着生活伫咧现实，迄心内偌欢喜的。可能咱人三合做伙伫上帝面前，用咱的声来娱乐来感谢上帝。看这正兄弟姊妹三个伫主的面前，伫遮服侍，伫遮来敬拜上帝时，迄个是何等的水！伫地面上，这是一个水的景象；伫天顶，天兵天使。启示录14章，伊讲144000个人伫遐娱乐，伫遐吟诗，迄是何等的水！我即礼拜已经6天前、7天前，拜一拄正月初2。我嘛甲牧师娘两个对台中一个高铁的来到咱的附近的所在，伫遐听一个音乐合唱团，公学社，伫遐
演唱，伊还买票的呢，毋是免费的呢。阮爱对台中、对阮兜坐55688小黄到中捷，后来坐高铁到恁的中间，就搁坐捷运北捷，搁到咱说来行，我查某囝去带呢，去听迄个音乐会，后来甲恁做伙食饭的时，甲迄个指挥，甲迄个要紧的人三脚齐做伙，遐分享，哎呀，这个是叫做木楼松柏合唱团，建基的所在，唱甲遮尔美好的诗歌，了解未？毋通想讲哇，我老无路用，我老袂啦，了解？你若讲迄个袂，毋愿，你的人生就是已经掉落去啦。以后你每一句话，你就讲拢会讲 no。所以人爱讲好，要服侍起来，要做代志起来，我就拢采这种态度。拄着苦难，跨越过去；对苦难失败，感谢上帝，用俄乐心，咱的人生所行，这个新的道路是你才感觉我是一个有气力，我是一个真正上帝所创造，甲人无共款的，因为上帝所创造咱。每一人就是无共款的，你会通做5000个，去赚$5000，主人讲好，搁真正个萝卜，主人要互你搁较管理搁较济，明领2000的气力，你可以拍拼努力，主人咪讲你好，搁真正个萝卜，主人要用你，互你搁较济拍拼。你若像迄个领1000个，敢若自卑，敢若毋愿，敢若较大咧，就是到最后伊所有拢总无去啊。上帝互咱。每一个人的生命拢会通改变，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拢会通创造一个新的，迄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来到你世间，要黑暗暝变日时。感谢上帝，今日我是代表咱的总会体育传教士这个联谊会来向大家请安甲感谢。我会记得去年，搁迄个进前年12月啦吼，所以讲进前年我有来伫咱的中间，伫遐请安报告，大家关心奉献，总会嘛足欢喜。今年是代表2022啦，过来今仔日安尼，所以是代表2022，搁伫咱的中间。以后毋知有机会有我毋知影，因为咱的生命全归拢伫上帝的手中。所以，伫台中昌平路加油站，当我去的时，伊写讲财产惊字的，功劳老板的，享受暂时的，官位一时的，身体是你的。尾后我加一句讲，生命是上帝的。弟兄姊妹，咱的生命拢是上帝的。王永庆一生相爱是父的，活得好，老得慢，病得轻，死得快。伊上来是句的，到最后困的就离开世间，放下伊所有遮的财富、遮的企业、遮一切。你看是，咱你上帝面前，咱想，哎呀，咱不过是一个真正卑微软弱的人，咱像海边的一粒沙，总是上帝珍惜的。你每一个头毛，咱就主要讲，上帝拢甲你算了。所以上帝遮尔珍惜咱，毋是咱竞选伊，约翰福音15章16节，是伊竞选咱，伊疼惜咱，扶持咱，伊珍惜你的生命。毋茫你的生命，你着爱努力。3、4年前，我去韩国的时，因为城市拢一句标语：挑战、创新、前进。挑战、创新、前进。迄款好顶激励人，因为百姓爱努力爱拼，伫迄个变化的世代中间，毋茫会人跨越过去的艰苦，咱那个反攻大陆，反攻大陆。弟咱的心一定要起来。上帝所创造泸州教会150周年，这是一个得来不易的历史啊！
这个历史要真徛人，你人徛伫这个历史的这个坎站，你看参与伫这个建设泸州教会，好顶的好。100多年前，我的丈人出世伫咱的泸州教会。100多年前，我的丈人，我的牧师娘的爸爸出世泸州教会。是安怎讲？因为老爸就是咱的泸州教会早期的传教者，叫做张新添。张新添就是马家的太太张聪明的小弟啊，的小弟。所以伫即个讲学社伫迄个演唱会了后咧报告中间特别介绍讲，咱的中间有一个贵宾哦，无共款的哦。迄是马街因的后代哦，林荣老牧师、张敬的牧师娘、林怡娟牧师，这个陈国成牧，咱徛起来，互大家伫遐欢呼。我感谢主，俄罗主，这是上帝恩典啊！这个根基何等的宝贝！还要紧的，咱是上帝的百姓，咱是耶稣基督的子民，这个宝贝。咱是伊所属的，伊所拯救的，咱有挂着一个耶稣基督的牌啊！咱即个牌，咱爱去拍拼，互即个牌会通成做众人的祝福。伫台中光华高工的所在，伊门口有写几句话：学校的目标，第一点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能力与生命意义。第一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后来第3点，则是学校的教育什么？各地的教育大楼的中间有写凡事感恩，常常喜乐。哇，你知影？这个校长原来是一个非常有使命、热心的基督徒所创设的学校。所以就每一句话，伊每一个所做的，拢是个福音，为着人的生命的努力在拍拼。有姊妹，今日咱所读的圣经，旧约申命记11章，伫遐讲起耶和华上帝要对这以色列百姓，要互因经历到迄个上帝甲因同在5万几日之中。因原本是一个埃及做奴才艰苦，后来有一个摩西出现了，伊就带领，将一个真要紧的远大目标要带恁到一个迦南地，迄个迦南地是一个老年甲迄个地，一个旷野的所在，伊要倚靠什么？倚靠上帝天来的温顺恩典，每日伫遐毋免拍拼，毋免努力伫遐享受。总是因嘛有真侪埋怨的声，艰苦。我若伫埃及，甘愿做奴才，遐嘛拢有生活的条件，总是要成做上帝的选民，要进入伫一个新的国度，伫一个老年甲迄个迦南地，遐用偌大的拍拼努力，因就一定爱伫迄个旷野伫遐接受操练、训练因的心智。虽然这个人有的人已经渐渐老去啊，离开世间，新的一代起来啦。上帝将要紧的使命互因，恁要入去的迄个土地是老年甲迄个地，伫遐上帝要恩典，恁过去伫遐做事拍拼打水车，总是怎么互你一个有山有山国，哇，迄个美丽的景象，天会落水，拢是上帝恩典，伫遐要互恁产生恁的国家，要产生恁的新的开始。恁爱拍拼努力，要姊妹，咱的泸州教会150年的历史，这减遐尼简单到即卖嘛？敢毋是经过先人伫遐努力拍拼，特别是100多年前迄个清朝的时代，要传福音敢遐尼简单？做一个好手的加拿大的牧师传教师，伊爱用偌济形象拍拼，艰苦。跨越过去，佮带本地查某囡仔张昌，后来名叫张聪明，做太太。迄是加拿大迄个教会是偌大的反对啊！因为有一个哪一种
无明文的规定。恁遮宣教师去外国了，毋通去爱着迄个所在查某囡仔。结果马街突破这困难了，带本地的查某囡仔张聪明、张昌做太太，正做伊上大的快乐力量，辅助伊建设差不多60间的教会，设马街第一女子学校，设学校。病院、教会，听讲30年的中间，20年拢咧行路，那么行对中部迄拢要落去，行对宜兰迄拢袂去，20年，敢若10年伫淡水的所在，伫遮伫做福音工作，万喙去什么安尼若行，对了，姊妹，所以这个马街对咱的影响，甲伊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，咱一定要好伫咱的生命中啊去思考、去想。最近有一首歌啊，也是我当学习的啦，吼，啊，有一个这个制作人，伊爱做一个影片、纪录片、马街纪录片，就安排我来唱2首的歌。其中一首是甲马街坐船游淡水，这新的歌，可能咱毋捌听见，我嘛过去毋捌听见，总是爱学，爱学习真无简单啊！啊，这个词就是林鸿信牧师伫遐所写的，伊讲：千山万里转来古早 Formosa， 霹雳水影甲马街坐船游淡水。岛边演出小镇故事，风尘万重；正边观看关山峻岭，远离世俗。静听繁华过了，天声轻轻讲，就是啦，这就是啦。我要伫这土地徛起，专心专意无反悔。倒位有上帝呼召伫遐，就是我的家。甘愿烧尽我的性命，也毋愿休烂一生，亲身行过千万里，普天的变传福音。这是林鸿信牧师伊所写，就马街所写的。来到伫淡水的时，迄款的景象，迄款的心境，岛边这边有繁华万华，这个艋舺所在。正边有即个观音山，伊是要往倒一边去啊？迄就是一个使命。千山万里转来古早 Formosa， 霹雳水影甲马街坐船游淡水，岛边演出小镇故事，风尘万重，正边观看关山峻岭，远离世俗。轻轻繁华过了，天声轻轻讲，就是啦，这就是啦。我要伫这土地徛起，专心专意无反悔。倒位有上帝呼召，你遐就是我的家。甘愿烧尽我的生命，也毋愿休烂一生。亲身行过千万里，普天变传福音。
迄个将家己的性命要投入伫即个土地，这是何等互人感动！就是人的价值，毋是财富偌尔济。当张昌马家的太太张聪明，毋甘来信耶稣，要带伊的弟弟来信耶稣，因为五谷所在遐一片的土地太济太济，五谷所在，伊带弟弟来信耶稣，叫张新添，甲伊讲新添，咱来信耶稣较好。世间的财产无啥物，甲伊讲了时，伊的弟弟讲好，咱来信耶稣，放弃五谷所有遮的财产，你来体会。伊就请做马街学生，后来受派做传道，伫几人个所在，后来嘛来咱个罗州牧会了。我的丈人伫遮出世了。即款的故事历史是何等的宝贝！这是我的丈人伊的迄个生命的中间，我讲伊有写讲，我是出世伫罗州教会，当然有本来兄弟甲姊妹。写要讲啥物？讲上帝今日要保守咱到即个时，咱真正爱拍开咱的心门，爱清楚上帝恩典有过去、有现在、有将来，即条线一直咧联络。咱一人手啊，伫咧发起，伫咧发起，伫咧发起。有过去的正直的辛苦，后来有成长，后来继续顶悬的目标得过去。弟兄姊妹，罗州教会150年也是一个故事，咱一个樟树过去人的正直拍拼压水，经过传到遮真济，咱的信徒真济，一直咧改变冲刺，到今仔日，咱会通徛伫即个150年的历史，我感谢主。我通活入今仔日，我通徛伫咧历史的顶面，这敢毋是上帝的疼嘛？咱来好好努力，因为上帝要带咱对过去伫埃及的艰苦，伫旷野的操练，后来要进入伫迦南地迄个老年甲美的地，迄是一个水的所在。弟兄姊妹，我一生来讲嘛是经过真济。只系无共款的日，每一个阶段拢咧创造我，拢咧心内互伊，你就是上帝所要竞选的。我出世名主事啊，主事的啊，这当咧叫我主事的名是，拢是我的顶代的人。后来入户口林荣人，啊嘛称做林荣牧师，总是迄个真正会感动我的迄个主事啊！哇，这是出世的乳名，迄是一个生命的名。啊，我3岁时跋落水窟，妈妈是我救起来。我5岁时，我的妈妈为了要去病院注射了无偌久，就离开世界。所以我甲我的弟弟两个，即个9岁的囡仔，5岁甲3岁，恁甲想象着恁兜闹5岁、3岁囡仔生了什么款？失去妈妈。所以感谢上帝，后来无偌久了，佫一个妈妈入来。迄个妈妈是原是一个伟大的妈妈，有信仰。迄个阿公。佫是下门饮字典，咱有一本字典，公布写迄个下门饮字典，原著者陈大罗，迄我的外公，弟兄姊妹。后来伊教我弹琴，因为阮的兜做报道所，弹琴。后来我哪弹哪唱歌，家己弹，家己唱，会去感动年轻的人来信耶稣，伊嘛要学。所以阿嬷常讲，你大汉了爱读圣经做牧师，好啦，读圣经做牧师。伫我的心内真强烈，拢记咧。16岁，我伫一个布道会中间，迄叫香港的赵世光博士布道会中间，我就伫遐
野手决志我要读圣来做牧师。哦，迄个心情何等的强烈，迄是陪伴我的人生行即个路。因为我是上帝所敬选。我的阿嬷、阿公嘛后来起礼拜堂叫做长兴基督长老教会，看见因的形象，看见因所做的，拢记伫我的头脑的内面。我的丈人张一航长老嘛去大洲基督长老教会伫高雄教会，所以这人因所行所做，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拢咧启示我，你就是上帝特别要用你。虽然我的大孙会通继承产业，总是后来我的老爸做生意了，产业拢总无去。阿公所建设长兴基督长老教会，即嘛还伫咧，嘛像安尼共款有电梯去哩安尼，哦，迄心内偌欢喜咧。世间一切拢会消失，拢会无去，总是上帝永远伫咧。以赛亚书第46章第8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。伫上帝内面，即个永远伫咧。所以咱有上帝特别竞选的百姓，咱入至信耶稣基督，咱受洗礼，成做伊的百姓。咱入至要成做上帝国度的百姓，参与伫这服侍的工作，让上帝感谢你，我有这个机会，哪服侍我哪服侍哪甘甜，我哪唱哪有声哪水。有人讲，你80外岁声遐水，我嘛毋知影。啊，上帝互我唱到即摆安尼啊，啊，要直直唱直直唱。我最近有一个叫做医师。医疗团体哦，足大个，100个，因讲好，较早喂无迄个疫情的时候，300-400个，吼，伊个餐厅拢安排人遮唱歌，哦，有影迄阮一摆出来哦，外国的演奏家甲啥吼，啊，医生实状迄拢组团的演唱，他们安排我去solo啊，我伫遐做 ，You raise me up， Amazing Grace， 而且月亮代表我的心。Fall in love with you， 哦，美国的迄个猫王唱，这唱歌咧，哦，大家唱啊，拍鼓啊，拍甲吼，哦，讲我爱做压轴啦，做压轴最后咧，带动迄个全会场安尼欢喜，最后拍鼓啊出来，我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主的爱将与我们同在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更明白，平安喜乐将与我们同在。哦，哇来呀，那利用机会传耶稣的福音，平安的福音嘛，这就是咱的使命。伫什么所在？伫咱的嘴，咱讲出来，咱的行道，每一步都爱成做祝福的路，爱成做人的欢喜，因为上帝伫咱的身上，守住咱逐项教育。咱爱努力拍拼。伊全台湾，伫即个退休传教士的联谊会拢总有时间都要到，好啊，我要结束啊吼。1100个，1100个退休传教者。我2019、2010有做过即个退休传教者总会长、总会长，哦，知影哇，咱总会属下退休传教者真正。很多是退休的很辛苦，他们生活的很辛苦。当然嘛，亲像我这样快乐的无济啦，哦，总是咧，我上天我有迄个开咱做会长，就带动整个这会一切会真快乐。我佫会无看，你献10万吼，你献偌济啊？献偌济啊？哇，大家很喜欢的，为这个退休传教士服务。来年会啊，来关心，来奉献，弟兄姊妹，因为咱是要带祝福，你知影，世间咱人为着上帝来做一样代志，为着软弱的人做一样代志的时候，哇，迄个是一个上帝恩典福气要对你下出来。德蕾莎，这真出名，德蕾莎，伊讲，我不能够做伟大的事，但是我能够以伟大的爱来做微小的事。用伟大的疼来做微小的代志，奉献啊！生命献上去，金钱献上去，咱为了需要的做滴水，伫送养人的心情，
迄个是做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啦。法国有一个真出名的文学家、诗人，一个雨果。伊讲啥？伊讲世上哦，世界上哦，最宽广的就是海洋。世界上最宽阔就是海洋，总是有一个比海洋更较宽阔的啥？天空。啊，佫有一个比天空更较宽阔的啥？你唔知啊？你的心灵。你来是，你的心灵会通比天空更较阔，会通比海洋更较宽阔。你的心，你嘛通互伊作自私的，敢若顾家己。啊，你嘛通安尼作伟大的听出来，来听正人。你兄姊妹，这是咱的主要做伊的性命。咱的主要做，保罗先生讲，现今所存的是信、望、真爱，其中第一大是啥？真爱，就是听心啦。这个听心人对咱的生命中间走出来时，迄就是伫耶稣基督伊所喜爱，做耶稣的形象。所以感谢上帝，实在是我准备的吼，甲我所讲的拢无共款，真歹势。所以我会感觉真欢喜，就会通安尼，伫咱的中间啊，三甲做伙分享上帝恩典。这是一个机会，这嘛是一个福事，啊嘛是一个大欢喜。我真毋茫有人问讲，李牧师，你年纪究竟多大？拢会甲我问啊，我拢甲伊回答啦。外表看起来将近90岁，听他的声音他们50岁，精神他们30岁。啊，就搁一问我，啊年岁不重要，人生70才开始，80到处满满是，90算来无意义，100笑眯眯。加油哦，食饱哩！所以咱每人拢会加油，爱互相鼓励，爱相互扶持。这就是咱的生命，甲教会就这样，向上仰望上帝，感谢上帝。伊爱伊听咱，要搁今仔日，咱平互相扶持，三鼎烧，咱啊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下落去。咱真正来看很多的教会的需要，社区的需要，软教人的需要，什么的需要，上帝予咱有机会时，迄个方面就是这么祝福，就是上帝要看伫你的心，迄个真还是假，上帝看一个。所以最后我要结论啦，好，4篇104篇第33条。我要一世人耶和华吟诗，我的是要我的上帝唱歌而乐，这是我的生命，所以我拢爱操练的。好，透早起来我们爱弹琴，主啊，我神，我每逢君观看，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，唱。带无孙女来散步啊，来买物件来享受啊，来学了上帝，感谢上帝。所以，毋茫咱会记，我要互咱大家第一点，爱用信望爱来关心体团，体育团老师联谊会这个工作。第二点，爱用信望爱。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这是腓立比书第1章第50条讲的。因为恁对头前3甲有行伫兴起福音。第3点，若像教会伫亚子150周年的时，咱应该同心合意，努力，互这个庆祝活动准备合伫上帝的心意。每一人同心，就是要去互这个教会，去按照更较悬的目标来迎光上帝。第4点，凡事尽心尽力，结果交给上帝。咱最后读一个好无？凡事尽心尽力，结果交给上帝。来，最后我要来唱一首《平安台湾》，
何寿番，就是讲马街啦。吼，有一人有一个梦过咸水来到台湾，乌手番充满疼痛，侪人接受帮赞。乌手番林敏厝边一手扳喙齿，煞接讲道理，为着心所爱的土地起平，甲你做伙。办教育，真心栽培心所爱的土地，平安台湾，心所爱的台湾。风台甲地动是咱斗的特产，平安台湾，心所爱的台湾，思思念念也是故乡台湾。为着心所爱的土地，永远的性命，甲你做伙，宁愿烧尽，毋愿享烂。淡水河边有你的形影，为着心所爱的土地，起平甲你做伙。办教育，真心栽培心所爱的土地，为着心所爱的土地，起平甲你做伙办教育，真心栽培心所爱的土地。水来到台湾，乌手番充满疼痛，侪人接受帮赞。乌手番林敏厝边，一手扳喙齿，山只讲道理，为着心所爱土地。去病院，甲伊做伙，办教育，真心栽培心所爱的土地。平安台湾，心所爱的台湾，风台甲地动是咱斗的特产。故乡台湾，为着心所爱的土地，永远的生命，甲你做伙，你我相亲，不愿休乱，淡水河边有你的形影。心所爱的土地，去病院，甲你做伙，办教育，真心栽培心所爱的土地。为着心所爱的土地，去病院，甲你做伙，办教育，真心栽培心所爱。咱同心来祈祷，真悲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进入伫2023年，罗州教会众兄弟姊妹，你的牧者，拢要用信、望、听来行建立这个日子，互伊成做祝福，成做上帝恩典祝福的日子。由教会牙齿150周年，这个时刻特别临到，愿主祝福恁所准备的，互这个教会得到恢复过去上帝恩典，伫头前的道路毋茫搁较成长进步。伫今仔日徛在伫即个时，大家搁较同心合意，兴旺，为着上帝国的缘故。阮不过拢是一个卑微软弱受竞选，你疼惜阮，你恩待阮，献上感谢。阮搁较谦卑，互上帝用。对软弱的，阮就扶持；
对勇壮的，阮来支持，阮来互相同心。阮只有疼上帝、疼人，阮才有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百姓。今日阮为着退休传教者这个组织，献上恳求甲祈祷，互总会属下1100位已经退休的传教者，每一个人享受到教会信徒济济关爱甲疼扶持。今日阮的奉献就是要为着这个。愿主所愿伫你的面前所领受一切，荣光归于你，以道可亚所的名。阿免。感谢林荣郎牧师伊的信息分享甲勉励。咱这时要来念回应诗552首，请开声唱诗552首，大家勇敢同齐脚步，请起立并全声。请坐。这是今日是要保证人纪律间圣歌队队长今日要保证人
我这个时间就交互以前牧师。咱做伙来吟一首诗歌《荣耀的呼召》。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，你丰富恩惠比充足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。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以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宝杆直跑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以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。高举双手，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，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以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高举双手。我们请丽娟执事这时候出来到台前，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以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，跟随耶稣爱我的主，跟随耶稣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，跟随耶稣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。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，恁着坚固，无摇掣，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知恁着磨伫主的，毋是空空。感谢主，毋是咱竞选主，是上帝竞选咱。咱咧做主的工的时阵，嘛是受着主的竞选。伫即个时阵，丽娟执事，你诚做圣歌队的队长。当你要领上即个队长的职分的时阵，你有确信即个是上帝召命啊无？你要领受即个职，你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，独独遵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。你又要安尼行啊无？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泸州同会小会官兵，设立你诚做圣歌队的队长，就谨慎你本身的行为以及你的所做，常常关心伫即个事，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。这时阵，咱同心为着丽娟执事，诚做即个积分，咱为伊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伫今仔日，丽娟执事来补就任圣歌队长即个积分。
即个要紧的一份是上帝你的托付，愿上帝你成做伊的气力，互伊伫咧带领的时阵，有上帝你的气力伫伊的心中，互伊若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伊会当来倚靠上帝。主愿知，毋是阮经历，是你经验，互阮常常伫你的工，互阮的手无摇掣，互阮的骹坚固行伫你的道，特别将即个气力稳定享受伫纪丽娟执事的身上。愿全体为伊来祈祷，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阵有一个任命书要互纪丽娟执事。这时咱备万心来奉献，请奉献的这边的执事来这边。这时，咱要来念这个金句，伫迄个周报下面的台语，咱做伙来念两遍。现今所存的就是信、望、仁爱这三项，其中第一大是仁爱。现今所在就是信、望、仁爱这三项，其中仁爱。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，才有一位的新的朋友，廖玉英这位好，我们欢迎你来教会，上帝祝福你。你是基督徒吗？那欢迎你来哦。好，谢谢，欢迎。这时
咱要来消息报告、小会公告，说到150周年教会 logo 设计经过小组讨论，议决伫迄个1月15、1月22、1月29公布伫个教会公布栏，2月5号的主日圣礼典合堂由教会全体会友要来票选。本会消息，今日举行纪律间执事保障日，圣歌队队长任期是2023年1月7日到2023年12月31日止。原主4号带领服侍道路。第二，今日退休的传教士奉献的主日，传福部差派林荣老牧师前来本会，并正道请安报告，请大家感念退休传教士伫咧宣教面顶的贡献，为宣教的前辈的退休安养生活，关心大岛奉献的支持。第三，花语堂礼拜后结束了后，伫咧2楼的教育馆召开定期的中集会，中集同工请毕盼心出席。第四，年度的查校主日礼拜后，本会检校委员甲财务组同工要来检查各单位2022年度会计数甲现金的存款，并请相关的人员准备账册、存折、收件。第五，准备资料，并请各单位提交2022年事工报告甲决算。2023年事工计划甲预算，也未交出的同工，请今日一定爱来交件互伊日小会审查2023年的事工预算甲会员合会筹集的编辑作业的进行。第六，1月22日上午9点要举行新春庆社礼拜，邀请兄弟姊妹全家合家全家来做伙教会做礼拜，向上帝献上感恩，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大家以感恩的心，孝念上帝的恩典。过去一年疫情期间的点点滴滴，感谢上帝时时刻刻来带领扶持保守，为旧年的感恩，为今年的有备奉献，伫咧上帝的祭坛前。第七，新年度开始，欢迎兄弟姊妹申请11奉献地，11个奉献地，请大家遵守主的诫命，奉献门主耶纳4、5。新安宫读经2023年第一季读本迈向新可能，已经放在楼骹的招待桌，欢迎兄弟自由所处。个人伫咧厝，每一天会当来以进度来灵修。第九，每礼拜3暗时8点，查经祈祷会，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。来查考圣经，守望教会，彼此来祷，得力蒙福。1月份祈祷会，为着信息要来分组来祷。经文是以赛亚书第10会计报告，请各位兄弟来家己过目。欢迎顶礼拜新朋友，张春叶姐妹有来吗？搁一位是严慧生姐妹，严慧欣姐妹有来吗？好，没有来。那我下面要来报告团契消息。
上年团契台语礼拜结束了后，举行例会2023汇报告客友才踊跃参加。同心团契1月15日下主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，伫教会1楼举行1月份的例会。肢体相通的部分，有侪姊妹，有辛苦病痛，也佫有手术，伫厝咧静养的，有侪姊妹拢有遮个病痛，毋望大家兄弟姊妹每一工拢为因代祷来关心关怀。为着要咱即将到来的泸州教会社教150年来祷告，为教会意向、使命委身宣教福音，祈求上主。为着教会设教150周年，教会logo的票选祈祷，求上帝赐予泸州教会呼召、荣耀、稳定、卫生、宣教的记号。教界的消息，今日下晡3点半，信义教会有举行陈伟立牧师就任的受职的感恩礼拜。如果若有闲的兄弟，会当去参与。消息报告到遮。咱即时要来吟买变诗，请喊开圣诗402首。恳求主，你引带我的脚步，咱吟诗煞，咱请林荣老牧师为咱来祝祷。愿咱的注意啊，这个论点，天父上帝听堂，以及圣神的相通感应正人之地，对即时甲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今日的礼拜就到这，密道闭会。